来关心疫情哦，目前大日平均增加245例本土的中重症病例，有35例死亡。变种病毒 XBB 已经正做是咱国内主要的病毒咯。如果6月疫情哦会阁继续增加，前几天卫生福利部公布去年个人10大死因，新冠肺炎失败第3名。有专家嘛批评讲防疫失败。也毋过，疾管署提出国际的数字，强调讲，咱台湾疫情的控制表现算是真好咯。因应新冠疫苗流行病毒株 XBB 的出现，目前各国大厂拢在研发 XBB 这型的后一代的新冠疫苗。我嘅关心，国内敢有机会做得到？莫德纳的这个合约里头本来就有包含，就是说如果它有更新它的这个疫苗株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可以来这个等于说订购这个最新型的这个新冠的疫苗。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讲，若无抵达会当成功研发出会当上市的 XBB 疫苗，就会当照合约，互国人会当伫秋冬的时阵做会到。因为国内的新冠疫情即嘛是伫咧关点，若去看国内最近7天疫情的状况，平均每一日增加245例中重症的本土个案，本土的主流病毒都是 XBB， 增加的死亡案例是比顶一礼拜搁较侪，是35例。死亡的个案内面，除了有慢性病史，搁有57个人是无住满3档，表示疫情搁在观点。这是新冠肺炎第一摆正做去年个人10大死因的第3名。互公卫专家批评讲，超野死亡都是政府防疫失败的证据。对这罗一军是提出国际的数据，表示台湾是有成功控制疫情。诚恳来面对整个疫情后的一些检讨。不过，如果说我们台湾是属于疫情防疫失败的话，我想国际上是不见得会这样认同的。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新冠肺炎的 Omicron 几乎可以得到0超额死亡，没有一个国家。那么台湾只是这个超额死亡的时间来得比较晚。另外，国内顶礼拜是出现第1例囡仔交头组的个案，确诊的囡仔已经出院自主健康管理。含伊做伙住的厝内人含幼稚园的囡仔，虽然有人发烧，但是采检拢是阴性，无搁增加个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